投资朋友，大家好，下晝3:86，歡迎大家準時來收看福氣來咧。但係劉慧珍慧珍哦，你也來到8日咧，和康健來報道兩個單元哦，同大家傾下來關心嘅係兩個康健嘅話題。投資朋友唔知有來注意到冇？看到嘅時節啦，你啊流鼻水作燒，可能兩個部分做下好咧，一啲啊醋啊是係較難好。呀，腦部免疫有講到咯，中火薑19內水絲啊是咁做了，呀意思呢是建議醋個醋唔係大概大問題，但是呢醋那個唔係好，也是為本人懂反手了。嘅按用船呢來做個處理呢，韓國感興嘅人士嘅身體有乜嘅用嘅狀況，也見邊呢按頭咧現場呢只為大家來邀請到胸腔科嘅內科嘅醫師哦，呀車鼻總醫師，我來留大家來講到一方面嘅話題，先來分享。蔡醫師你好。大家好，我係苗栗泰前醫院車鼻總蔡醫師，今日同歡喜到節目中來同大家講醋一種問題。係應講到一個醋細年一醋可能睇現實就想講，帶佢去本線上看啦。個睇現實出價一飲醋嘅時間想講，醋嘅可能就會好咧，就冇想過可以本線上看，有當然就會有按用嘅一個情形。如果講到一個醋。係按你生意來係乜嘅用嘅一種唔講反應啊，用為按人啊，為按用因醋咧。醋其實係人正常嘅報復嘅身體報復嘅一種反應係有身體係有乜問題，有乜腦部垃圾嘅東西，像蛹塵啊、細菌啊也排嘅異物啊這個東西更多，按吃鹽都會呼吸道都會有按要促嘅，一促嘅傳到按喺腦幹嘅地方嘅時候，佢都關促嘅地方，都會發出一個命令按神經就傳到按喺呼吸嘅肌肉，都會產生按個促嘅反應，所以促嘅反應其實係按身體正常嘅報復嘅反應。正常報復按你身體，可能係身體咩？可能係身體所有嘅器官嘅一種反應。對，係唔會促嘅人都唔正常嘅人咧。唔會促嘅人就唔正常。對，唔會促嘅人應該冇人唔會促啦，有。比如講人講嘅身體功能，已經再講無法突出家來再講做一調節嘅人。對，像我佢要講輕重要三個反應嘛第一都太腦幹的反應，神經的反應，肌肉的反應。腦幹、神經、肌肉也三種。對，也三種很有問題都唔會促嘅。所以講腦幹的問題就像當嚴重嘅中風嘅人。植物人一樣，佢都唔會錯。神經的問題都較低嘅都漸凍人，脊椎自主神經的系統有問題漸凍啦，佢都唔會錯。肌肉的問題都當到生年一長出來因為遺傳的關係，肌肉發展都不好。像這三種病人都冇錯嘅反應，所以時常都會因為東西更多痰更多都發癢，都送到醫院來。所以正常嘅人都會錯。來做有一隻醋嘅一個動作，就表示講佢哋嘅身體一方面嘅一隻功能就無法度來做，無法度做，佢都無法度保護自家嘅，比如講氣管。對，其實說講醋唔係病醋係正常嘅反應。醋個天厲害嘅都會講身體有問題，都來看醫生。係，故所要不要來提醒鄉親朋友醋唔係病唔過呢，真係醋到東洋葱嘅時節是愛夾去本線上看。你之前都喺節目當中，其實咩醫來講到，係醋1禮拜你講冷度嘛，嘅醋1禮拜好嘅，2禮拜好嘅應該都冇問題。係講有2禮拜客加3禮拜嘅，也時節就愛夾去醫院本線上再來看看係咩其他原因來引起嘅。好，你講到也一般就啲講。冷度會醋，韓國有其他一個東西走落，你氣管地部都會醋咩一醋你都有分講其他嘅，比如講有分急性腦慢性嘅急性腦慢性就會用嚟去分嘅。一般來講急性嘅都會偏頭輕度啦，還有一般就係偏頭還有細菌咧傳染到輕度，偏頭它個輕度都很多，很多都屁股嘅偏頭。還有一種很多太體就係屁股也會落去走落去嘅偏頭，唔係講其他原因咯。屁股嘅偏頭引起人都種很多，還有聽日都流感，都流行性感冒偏頭，氣管嘅偏頭人都會有流感。第三個都輕，它較低嘅都腸病毒。腸病毒也聲音咧較多就中央嘛引起我急性嘅氣管血管發炎，冇得錯。還有細菌感染都會一般人講嘅氣癌。鏈球菌感染，鏈球菌的氣癌所以也都係一般人講嘅急性嘅。急性嘅反應不管係偏頭也細菌輕夾1禮拜
千万2-3礼拜冇乜好。最少都千毛都係也種嘅一個細菌也係病毒，最少都一個3禮拜來講，那講冇好嘅時間，也可能就要謹慎要注意嘅。對，超過3禮拜，人都講係慢性嘅病毒嘅。其實都唔講病毒嘅問題，也細菌嘅問題，啊上皮嘅問題，超過3禮拜。那時間就按你講到慢性嘅了。對，所以其實慢性嘅問題啊，係人家到胸腔科。較重要嘅講到專門來講最研究嘅專科咧。對，大部分人家都病人都會攞ไป診所看啦嚇，看佢超過2-3禮拜唔會好，佢都講唔可以請胸腔科醫生哦，協助天光來看，係咪有乜問題？係，好協助天光過後有嘅問題，就做得清楚落嚟係嘛？咩？其實天光啊嚇，一般嚟講，慢性嘅促啊嚇，分都用天光來分啦嚇。第一步嘅檢查就係做光線啦，喺光線正常嚇，就像人家有得講，對，喺光線正常嚇，青島都有幾種嘅原因嚇，鼻水多流，不管係乜原因，鼻孔乜原因，鼻息肉發也過敏性鼻炎嚇，鼻水流唔出來，多流下來，天熱都會氣結。薄荷，講嘅薄荷用促來表現係比較少的表現，但是較少，一般薄荷都輕過氣結來表現，用促來表現，其實就講嘅不典型的表現。第三都係胃酸的問題，胃酸多尿，胃酸啦嚇，但胃酸多尿其實就同問題啊，係胃嘅問題，也係胃本身發炎潰瘍嘅問題，也胃腸本身較唔停動。人講嘅大腸急躁症都較輕微，較嚴重嘅都人都從嘅鬼都太邊都食到嘅，人都會胃酸都會逆流。第四都會藥物嘅使用，青島都高血壓藥物嘅使用。而家人都動到高血壓藥物食嘅嚇，幾多促，係有促，因食嘅藥嘅促都唔係好嘅嚇。所以其實啊嚇，大部分慢性促嘅病人來做光線都係正常嘅。一般來講，做到嘅光線係正常嘅，係正常嘅過後，就係來看一下，佢係唔係一下唔同列度列出來呀？四種嘅問題。四種問題大概就是涵蓋90%幾嘅。就四種問題就已經包含咗90%按度嘅，所以講所有出嘅年紀都可能出唔係好嘅原因嘛，嗬。如果也嘅鼻水多尿啊，嗬，其實有另外包含到一種嘅鼻孔。佢鼻孔嘅問題，像鼻水多尿，佢鼻孔很有可能就頭先講到嘅，會唔講過敏啊，慢性鼻炎啊，鼻息肉啊，一到比例來講會增幾多咧？呢種嘅嚇到，一下顯出嚟。其實啊嚇，幾種來看哈，鼻水多尿會青島啦哈，鼻水多尿差唔多佔40%左右，40左右哈，40左右。那天熱都會胃酸逆流大概佔30%左右。嗰時大天熱咧係應該鼻水多尿啦，嗬，大天熱就係應該 S 酸咧有問題，T3咧都會要兩種都差唔多，兩種差唔多哈，差唔多一般嘅，哈，差唔多都按照分布都差唔多都按樣。喺來到按樣胸腔科嘅哈，大部分都會有兩種嘅問題，亦都係正常嘅時間都係有幾種嘅問題。因為腦部耳鼻喉科也已經治療係差唔多嘅，治療都會好咧，治療都差唔多個，你硬衝還唔好，都會來請人家到，人家會做光線，喺正常都可能還有幾種問題冇處理到。喺講到來處理好來講嗬。一般將到來到胸腔科來做處理過後，佢嘅處理嘅時間可能向前面有咗影響嗬。你一般來講係出3禮拜之內愛好按用算正常，係講冇好按用來到藥物來做治療，太貼嘅叫做得好多完全。輕簡單出1球都差唔多花1球嘅時間來治療。嚇，比如講係出1整夜咧，差唔多。來到藥物來做治療啊，個用1整夜嘅時間係咁做得來治療好啊。差唔多慢慢的調整。對。按用現古上嚟講，出啊雖然看來係你身體本來都應該有嘅反應咯，唔過呢，係講你長期按用出嘅時間真係咩都麻煩咧嗬。出1球我用1度嘅時間來做治療咧，也就係講到一個 X 光天光來講係正常嘅時間，也就係有部分咯嗬。係講唔正常，也會有看到啦，唔正常嘅時間就看嚴重，也就講到肺炎、肺發炎嘅問題。也來講就係你
代替咩係有一兩種嘅情形。其實大部分慢性促嘅病人來親愛來看，輕強都會強講係癌係咪癌症嘅。促癌症大家講，係咪講要話要癌片嘛？㗎啦。如果有個我做咗貢獻，唔是我講我做貢獻，其實我要求我嚟做貢獻。我做下貢獻看下嚟。對，其實大部分人都會想係咪癌有問題大部分差唔多200係200來講當然1種我唔正常。190人上全部都係正常按平均按講慢性促嘅病人那喺 X 光喺天講係有問題嘅大部分都有2種問題當然看不一直療都癌症可能都要考慮到啊，還有其他問題都慢性嘅呼吸道嘅感染一動到鐵輕度都係去加固按講結核病要考慮天醫都會講有個人七個可能幾禮拜前，還有幾日前降到東西唔啲降到東西，我都按你氣管也係點樣卡東嘅？卡斷啦就異物降到像係有看到有個石漿母呀嘅壓到骨頭不小心降入去嘛有看到案例也講聲音呢是反頭降到反頭咪會對流到嘅氣管地位要玉米粒降到咪會降到就種異物降到所以像幾禮拜前嘛有聽到有雞骨頭嘛降到嘛有有骨頭降到血氣管地位慢慢引起慢性促亦都會慢性的發炎第3種都會體質的問題按講支氣管擴張症，佢本身體質的問題氣管都較弱按講氣管較弱氣管的功能較差氣管破壞掉咧都講支氣管擴張症也都會有種感染的問題第4種都會講食鹽食太多這都慢性的氣管炎他們印度這個氣部快來個天管快來動垃圾佢都會慢性的呼吸道感染地方就差不多都有我說你了解慢性頭氣道嘅一個感染講真實一下堂車意思用來氣道講到唔會少啦這種氣種嗰一氣種可能你鄉親朋友都平時生活當中啦家咁都有聽到人講尤其講到一個食鹽也件事情真是也係講做得來老人改睇用為下好啲嘅對啊尤其係以下戒鹽2代健保有以前戒鹽自費而家戒鹽呢嘅藥嘅錢有健保給付所以真的是造福全民講到一下來講都要給付韓國做得來老人聽數用真是以後講做嘅啲都來改睇韓國呢有啲朋友見到促係按部石頭怎會促係有時間性嘅因為有時間性嘅人家下天嘛陣到也節目現場上過來請人家意思來老大家來講到多謝你先來聊下。